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繼續帶大家嚟到羅湖嘅水會探店。呢間水會叫木神，位國貿地鐵站附近。嚟到入邊呢，裝修風格偏輕車風啊！呢間水會開業冇幾耐，規模呢就唔係好大啦。洗浴區係大理石，淋浴係多種水療噴頭。儲物櫃都夠多嘅，整體睇上去呢都算 OK 嘅。呢對衫褲呢係免費提供嘅喎，而且都係一次性嘅。好，我看我放鬆一點，先給你放鬆放鬆。好的。放鬆，我們樓下有飯吃，有簡餐，還有水果、飲料那些。你是哪裡的？我是四川成都的。怪不得皮膚那麼好。吃辣椒吃的比較多。所以如果我皮膚要好的話，是不是要吃辣椒？你皮膚也很好啊。我想更好一點。小姐姐，你怎麼稱呼？我叫大白兔。大白兔啊？是的。這個名字跟你很恰當。你來這裡多久了？半個月吧。哦，才半個月啊？對啊。那你上什麼班？上中班，12點到12點。呢位5個5啊，係御姐風格，眼神都好迷人，通過對話都睇得出，好識得照顧人嘅，同埋都好溫柔體貼，個手勢都相當之 OK 喎，力度係可以大同埋可以細嘅，睇你自己嘅受力程度啦。你好，我是333，很高興你好。啊，有多高興？很高興。3個3嗎？對啊，是的嗎？哇，你說話那麼溫柔的。你人不是水做的嗎？你這口音像是哪裡的？江西的。江西的。喂，我聽說江西娶個老婆很貴喎，對不對？對的。那如果把你娶回家得多少錢禮金68,800,000。68,800,000，好貴哦！我還是娶個廣東老婆吧。可以啊，你娶廣東老婆來找我按摩，還不划算。那被老婆發現了怎麼辦？老婆發現了，你是說放鬆一下嘛？不讓她發現你。不讓她發現，不就省麻煩嗎？怎麼稱呼？叫我朵拉吧。朵拉。對。花朵的朵。對啊。拉拉的拉。對。那你們這裡有多少個技師？30多個吧。30多個。你是其中的一個。對。然後來到我這裡。對呀，20月份是啊。那是不是緣分？肯定啊，緣分就從你遇見我的那一刻開始嘛。你真會說話。可是你見每一個人都這麼說的。沒有，只是跟你才這麼說的。我心裡個鬼。你是哪裡人？你摸一下你的心裡邊有沒有？問一下我是哪裡人？我心裡的人。你上什麼班啊？你上早中班。早中班是幾點到幾點？12點到12點。就中午12點到晚上12點。對。同3個3傾偈好舒服啊，情緒價值飽滿，個雙眼大大隻，好似識得講嘢咁樣。4個字形容：耳目衝鋒。兒童水會個名木神。呢度雖然唔大呢，但係啲房都好多喎。房間呢就有燈光嘅襯托，成個氣氛溫馨明朗，仲有多種功能房。而大堂呢就係星空主題啦，呢種主題就見得多啦。多數水會啊都會採用呢啲星空主題，每個區域呢都有投影或者電視嘅。而家呢就係世界盃嘅期間啦，可以滿足到一邊揼骨一邊睇波啊！呢度嘅水果、餐蛋麵同埋飲品呢就24小時提供嘅，而自助餐呢就係晏晝6點開始提供，宵夜係夜晚11點。
交通方面咧，就係喺地鐵1號線國貿站 A 出口出站之後一直往前行，過咗呢個斑馬線，再往前行一個路口左轉，就係亞朵酒店呢棟大廈嘅路邊1樓啦。好啦，今期節目到呢度，大家有咩問題可以留言，或者想我探邊度嘅店都可以提出嚟喎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